明明見到咧，而家整體嗰個即係樓市咧都好暢旺下，反為咧，我哋如果睇翻房委會數據咧，第一季啊，居屋同埋公屋嗰個第二市場咧係有1125宗嘅成交，按季嚟講其實係少咗1/3嘅噃。點解會同整體嗰個市況有咁大出入嘅咧嚇？嗱，其實嗰個情況咧，就因為佢對比上一季啱啱嗰個白居二佢出嘅時候咧，其實當時嘅成交量係會比較熾熱㗎，而今季佢嗰個成交即係仍然都係理想啦，咁但係平均佢每個月嘅宗數啦，大概去到30宗至40宗度嘅。咁其實當中因為都仲有啲個因素㗎，譬如可能天水圍本身嗰個居屋啦，個面積會比較大啲啦，同埋佢嗰個供款年期就會比較長，所以喺市場上咧仍然有唔少嘅公屋嘅富戶嘅買家都係比較積極入市嘅。如果喺而家嚟講就。OK， 咁好，咁啊，如果係咁嘅時候，買家咁積極入市啦，究竟佢哋係會睺邊一個區域嘅居屋咧？咁樣，如果淨係講邊個區域供應得多嘅咁，梗係天水圍啦，係嘛？6500幾個單位啦。如果你睇翻第一季咧，5大成交最多嘅居屋嘅屋苑當中，其實天水圍都有上榜嘅。其實天水圍咁多居屋，究竟係邊一個位置嘅係會比較搶手啲啦？嚇？嗱，如果計過往嘅成交啦，通常啲客人會比較會揾鐵路嘅屋苑啦，譬如可能平欣苑啊或者天成苑嘅。咁但係如果計交投上咧，就天頌苑就會比較突出啲嘅，因為佢始終佢嗰個屋苑嗰個面積都係以650尺為主啦。咁啊，同埋佢本身在交通啊或者佢嘅配套上啊都係方便啲嘅。即係話而家入市買居屋嘅都係偏向大單位。係啦，冇錯，通常以650尺為主咯。OK， 好，咁啊，而家嗰個整體，如果你講嗰個樓市嗰個樓價咧，係大概升咗5% 度啊嘛。居屋平均價有冇跟到咧？嗱，其實居屋嘅平均價咧，就對比12月份，其實佢都升咗，大概已經都升咗5%度啦。咁其實隨着個大市嗰個繼續活躍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嚟緊嗰個居屋都會大約都會升1至2%度咯。即係你預計去到年中定話全年啊？係啦，差唔多啦，去到年中都預計佢都升多1至2%咗緊咯。好。如果係咁講，即係當然啦，通常都係價升緊，大家先追入去噶嘛。會唔會第一季1120幾宗啦？會唔會第二季會又再多翻啲咧？按季嚟講，嗰個成交。嗱，如果以而家嘅情況，譬如可能大致上你要計翻佢個市場個盤源啊，甚至乎佢嗰個交投，咁而家其實佢嗰個交投都圍繞住3至40宗啊嘛。咁如果你按比例計算，其實佢都會陸續都會 keep 住都會好啲咯。好啲大概好幾多度咧？你預佢都會上升大致上3至5%度咯。OK， 好。咁你講其中一個因素就係個盤源啊嘛。咁即係而家盤源夠唔夠先？嗱，其實如果以天水圍而家嘅盤源咧，大概都仍然足夠㗎。天水圍而家平均嘅暫時嘅放盤咧，大約有150個度咯。150個。嗱，呢個就係天水圍啦。其他區咧有冇啲即係數字都可以提供埋咧？其他區啲居屋嘅或者啲盤源嘅供應？譬如好似屯門區，到咗屯門區或者去到即係譬如可能啊龍門啊、富健啊，甚至乎可能比較公屋有啲可能山景村啊嗰啲，其實嘅屋苑個房盤量都比較平均，同埋佢都仍然足夠，都有足夠嘅睇樓量。咁而家業主嗰個叫價態度會唔會強硬啲咧？即係你議價空間冇之前咁大，因為大家都見到個樓市衝緊上去嚇。嗱，如果對比翻之前，其實而家嘅業主咧就比較少少強硬啦，就唔可以話好強硬嘅。咁但係咧因為已經喺個市場上已經都會漲，咁啊加上就嗰個有只一小部分嘅業主有少少輕微嘅反價，大概5至10萬咗緊咯。5至10萬咗緊 ，OK。係啦。好嗱，呢個就係即係雙方即係業主同埋買家，大家嗰個爭持都係一個比較細啲嘅幅度啦，係嘛？咁係嘛？咁但係都係，如果而家即係盤源啊，你話有100幾個啦，係咪都圍繞大單位，定話其實都係一啲比較細啲嘅單位咧？即係如果譬如大單位大家都搶嘅，但係都唔夠嘅咁咪即係比較大啲，咪會越搶越貴咯。嗱，其實
實都會有少少譬如可能家庭客或者可能一對有啲大部分可能係新婚夫婦嗰啲咧，咁其實佢哋會比較偏向可能鐵路站，即係可能平欣苑，因為平欣苑佢嗰個成交量咧就通常都以細單位為主嘅。